中东的部分，以色列是搁再攻击北平黎巴嫩的首都。根据外国媒体报道，以色列目标同款是真主党的干部。这届轰炸造成22个人死亡，117个人重伤。那以色列嘛继续攻击南部的镇区加沙走廊，上新的攻击已经超过50个人死亡。救护车甲消防车的声音，再加上围观民众的吵闹声，和贝鲁特市中心遭受以军空袭的现场更加混乱。英国广播公司 BBC 引述的消息讲，在最近遭受空袭死亡的真主党领袖纳斯拉勒，伊的表兄弟也是真主党国家安全官员的萨法，是这边空袭的主要目标。以色列的社群网站有消息讲，萨法已经伫咧空袭中死亡。不过，真主党甲以军拢无出面证实或者是否认。在经过2天了后的空袭，外电讲至少造成22人死亡，117人受伤。同时，有真侪难民的难民营也已经发生传染病大流行。عم نشوف كثير امراض جلديه وامراض تنفسيه عم يجي لعنا كثير حالات وعم ينتشر هيدا الشيء لانه في كثير هلا عالم ساكنين حد بعض لانه نحن هلا بمجمع سكني فكرمال هيك في كثير ناس حد بعضها فكرمال هيك عم ينتشر هيدا الشيء كثير بسرعه。除了空袭贝鲁特，以军也攻击伫北部边境附近黎巴嫩南部地区。随着以军就展示伫空袭真主党据点了所抢到的真侪武器弹药。All of these weapons here were stored and piled in the house, ready for the big raid. The raid plan called Conquer the Galilee. They plan to do a massacre in a larger scale than the 7th of October on northern Israel. 也那伫以色列南边的加沙，以军继续攻击加沙北部甲中部。哈马斯所属的加沙卫星部讲，自初6礼拜到初8拜日，以军的攻击造成至少54人死亡。和战争开始1年外来累积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42000人。联合国指控以军挑工攻击加沙边线，有系统的摧毁当地医疗体系，严重违反国际法。以色列伫第一时间并无做评论。不过，长久以来，以军就指控联合国太过偏心，挑工无重视哈马斯用便宜安抚恐怖分子的事实。公司新闻，齐家林编辑。